医疗在进步，毋过健康嘛要家己顾。这是新竹有一个今年已经81岁单身性，伊伫50年前因为尿毒症开始洗药剂，后来呢，当时60多岁的妈妈甲妈妈药剂关发后生，算算的这个药剂伫这个单身性身躯已经用115年啊。单身性即嘛嘛是咱台湾药剂遗失了后活上久的患者。欢喜切鸡两个庆祝，今年已经81岁单面雄，50年前接受母亲的药剂，才予伊会当顺利终生。若是包括母亲以及家己的岁数，身躯这粒药剂已经使用115年，也是目前国内接受换药剂医师上久的病人。讲到过去，单面雄满满拢是感谢。光是洗肾，差不多要血液透析，差不多要2个月的薪水。根本不可能，所以我也感谢我妈妈之外，还感谢这个医师团队，大家很尽心的照顾。医生表示，早期想要换药剂，上困难的所在就是免疫系统会攻击外来的药剂，除了血型爱同款以外，上好是使用有血缘的亲情的药剂，佮再配合手术后好的生活习惯，就当增加病人的血收。那这个事实上给病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，就是说，移植可以用这么久，那也给我们医疗团队呢一个学习参考的一个榜样。跟平常一样，我们不把自己当作病人看了，就像一般人一样啊，家里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根据统计，目前台湾需要洗药剂的人数差不多约10万人，其中等换药剂的病患有8000多人。医生提醒大家，平常时除了爱加啉水，嘛唔通食伤油，也是伤咸。尤其有高血压以及糖尿的病患，更加爱注意，才会当好好维护药剂的健康。记者张君豪，新竹报道。